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我係宇峰。今集上分享嘅就係生死嘅對話，我哋點樣可以同親人展開生死嘅話題呢？好多時候我哋都好想同長輩啊或者伴侶咧去傾一啲生死嘅話題。但係往往唔知道點樣開口，可能好擔心自己會講錯説話啦，或者擔心對方嘅感受啊。有好多時候可能準備咗好多嘅資料，但係埋門一腳就打退堂鼓，突然間覺得哎呀，好似好突兀啊，好尷尬而就放棄咗咁樣樣。咁今集喺呢度好想同大家分享喺台灣讀生死學研究所嘅時候學習到嘅一個口訣。嗰個口訣咧就係借題發揮，先遠後近。借題發揮係咩意思呢？意思就係借最近發生嘅相關事情去展開生死嘅對話。例如最近會唔會有某啲名人啊、明星嘅離世啊？例如再早一兩年前嘅幾年前嘅梅艷芳啦，最近嘅瓊瑤啦、大 S 等等啦。先遠後近嘅策略咧，就係我哋先講其他人嘅嘢，就能夠咧，然後先再講自己嘅嘢，講咗人哋先，然後先再拉翻近，咁樣就比較容易係不經意地減低對方嘅心理防衛機制。例如啊，瓊瑤咧佢選擇咁樣離世，媽媽你點樣睇啊？又或者啊，原來瓊瑤咧係用呢一個喪葬嘅方式喎，媽媽你咧你點樣睇㗎？咁樣就會嚟得比較自然一啲啦。又例如咩時機去講生死嘅話題好咧？即係好唔好留翻拜年嗰陣時講啊？好唔好留翻人哋生日嗰陣時講啊？咁啊，當然唔好啦，除非你想借啲意同佢反面。咁比較好嘅時機係乜嘢呢？廣東話好傳神嘅，就有句説話就係留翻拜山先講啦。咁其實係真嘅喎，因為成件事就會好順理成章，誒、自然好多噶啦。咁記得有一次喺醫院嘅停車場，有一位太太好焦急咁樣問我。係話醫生頭先同我講啊，如果先生咧去到最後嘅時間，要唔要急救好啊？我唔知點樣開口啊，你可唔可以幫下我啊？跟住我就請太太帶到我去先生嘅床邊，跟住我一埋到床邊一望，就發現佢嗰個載住藥水嘅小膠兜入邊嘅藥水都冇晒，我就望一望，佢啱啱拍咗嗰杯嗎啡水，我心入邊就係諗，哎呀，我要趁佢瞌眼瞓之前咧，要同佢傾一傾先得啦。於是我就攞出部 iPad 啦，唔好意思，感冒未好，咁就選擇咗一個叫做《斗味》嘅影片，係一個講述晚期醫療選擇嘅短片。然後我就同呢位先生同埋太太一齊去睇。讓我最深刻嘅就係睇到一半嘅時候，呢位先生就同我講：我要自自然然咁離開啊！我唔要做乜嘢急救啦咁樣。所以最好嘅時機係幾時呢？係咩時候講呢？係啦，咁其實就係好似誒頭先啱啱講個故事啦，真係唔好等到最後一刻先至講，因為真係好驚險，好多時候都好似要同時間競賽一樣。其實最好嘅時機就係融入喺日常生活當中，借住生活發生嘅周遭嘅一啲事情，
好順理成章、好自然咁樣去交談，呢一個效果，我覺得係最好嘅，亦都係我哋社工、領養社工最常用嘅一個方法。咁頭先講過嘅分享過一個影片叫做抖尾啦，我哋會放喺呢一個影片嘅留言區。呢個影片呢係我哋千挑萬選俾大家，因為講預設醫療照顧啊，講 ACP 啊，講 AD 嘅影片可以好多，但係感動嘅，能夠觸動人心嘅，我覺得係最好嘅，因為能夠可以降低對方嘅心理防衛機制，容易啲進入去一啲好真誠嘅分享啊、討論。我哋會擺喺留言區嘅。多謝大家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資訊，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拜拜。